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7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美。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记者对英国来飞机5点外到台湾，飞机顶拢总127个人，有症状的伫机场随采检，村内拢爱去集中检疫所隔离。新冠肺炎影响着各行各业，台北市到11月份为止，就101间企业通报要裁员。今年寒人上强的寒流就要来啊！31暝到初一透早上介寒，土地苗地区感受到温度可能敢若零下1度。新闻头起先来关心，今仔日有一架对英国来飞机5点40分左右伫桃园机场降落，顶悬拢总有载114个旅客，甲13个机组员。指挥中心伫机场设采检站，有症状的人就爱随采检，村内拢爱去集中检疫所隔离采检。对画面当中会当看到，旅客落飞机了后排队等待采检，了后就随送去集中检疫所，行甲一般旅客入境无共路线。这只华航、伦敦飞台北的班机拢总127个人。指挥中心表示，即便规划检疫所拢总有3间，集中伫咧大台北地区，所有旅客带入去进前爱先采检一遍，14天检疫期满爱阁验第2遍，阴性才会当进入社区。第1遍的采检结果预计明仔载出来。为怎因为对这帮对英国来飞机这么顶真嘞？就是因为新冠病毒向变种，传播的速度变搁较紧。这款变种的病毒上大性出现的所在，就是伫咧英国。目前尚无有14个国家可能会有变种的病例。清风雨沙挂水暗，桃园机场人员拄下晡2点外就唔敢放定，因为尾仔马华航有一架班机要对英国转来台湾，飞机顶悬总共有114个旅客。桃园机场公司嘛用上悬的规格要来防疫，入境的旅客会有独立的通道甲候机室。这个由6台防疫巴士送去3个集中检疫所进行隔离检疫，袂甲一般旅客接触。还安排了防疫的巴士，在我们第一航厦的北侧来做一个防疫巴士，它有这些韩国的旅客做一个登车的一个地点。因为英国前一日对新冠肺炎患者的身上验出变种的新冠病毒，传染力更较强，至少有香港、日本等等的14个国家甲地区嘛发现这款的病例。针对这件代志，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虽然目前国内还未发现英国的变种病毒株的入侵，不过为了降低社区的感染风险，所有对英国入境的人，若是有症状，会伫机场当场采检；若有发烧，直接送病院，其他是伫集中检疫所采检。过去14天有症状的旅客，我们会安排在机场就当场采检。那如果他的症状是属于我们研判需要后送的比如说出现在入境的时候出现发烧，我们就会立刻后送就医。另外，国内新冠肺炎个新增加2例境外移入的病例，拢是印尼籍的男性移工，嘛拢有提登机前3天以内阴性证明，入境到当时无症状，检疫期满采检才确诊。若是受到疫情的影响，中华邮政嘛发出公告，对2月开始，因为新运航空公司的航班全部取消，地属邮路登记，所以新增加发起英国的各类航空邮件暂时无法度出口。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新冠肺炎疫情，360项拢受到影响。以台北市做例，根据统计，今年到11月份为止，就101间企业通报讲要大量甲新罗石头路，预计有4000人失业。这当中是做大盘甲线卖公司占上介济。请不要进来，出去吧。有名饭店集团文化东方5月底广告暂停订房的服务，来进行裁员。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各行各业受创严重，不少公司行号出现相款情况。根据台北市劳动局统计，今年敢若到11月底，已经收到101间企业通报申请大量辞掉员工。虽然人数不是上多，不过件数是近9年来上多。这3个行业别基本上都是每年度通报前3多的餐饮跟饭店业啦，因为这个疫情影响，就是国人外出用餐啊，群聚的那个机会变少，餐厅跟旅游业它就是影响相对的变比较多啦，但是影响程度最大的还是没有超过那个批发零售业。劳动局指出，今年批发零售业通报27间，计划辞掉超过2000人。hiệu大甲餐饮、药资讯以及通讯传播业分别有26间甲18间。以今年上有名的案例来看，远航是因为企业经营关系，通报大量辞掉员工。文化东方就是受疫情冲击，总共辞去207人。不过劳动局也提醒，事业单位必须在60天之前通报大量辞掉员工，若无会罚款。
若是有需要协助员工专业，也向劳动局提出咨询。观光业、餐饮业以及空运业部分，其实相关的从业人员现在求职的状况是比较热络的一个情况，暂时都要是以业务型的一个工作为主，比较看好有一些外销导向的，像半导体产业或者是一些宅经济的电商产业，其实农历年前的真人的需求是比较畅旺的。另刘军航观察，疫情发生以来，员工旅行业者行业的转职加求职的人上多。即阵流行伫厝办公做代志，也带动电商、叫货物流这相关行业兴起，正做疫情内底上好的产业运作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剩无一礼拜，明年的正月初一，美国有正百种的猪肉就会当进口台湾。真侪地方政府修正自治条例，规定因的县市内底袂当验出正肉种。不过，这寡修正案送去中央审核，却是一直拢无结果。台北市长郭文哲就烦恼讲，到时阵若袂付应用，民众甲相关机关拢会乱吵吵。多数地方政府提前因应开放内地进口，在食安自治条例内底规定袂使检验出3肉种，也加入罚则。台北市政府更加要求超市卖场设置无含莱克多巴胺猪肉专区，不过内地这要进口啊。不过送入行政院的自治条例，到即阵也无被核定。台北市长郭文哲烦恼会真混乱。24号中央才通过行政命令嘛，所以地方政府的应用措施，我想会是很大的问题的，既不说 yes 也不说 no， 他只是不处理啊。事实上这也是中央自己要去面对的问题。面对内地进口，地方中央无共调，包含台中市、彰化县、宜兰县这县市，早在食安自治条例内底订定3肉种零检出。2021年元旦开始执行，离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高雄市、嘉义县市，这是等待中央核定。新北市更加推出新北食材登录平台。市长侯友宜强调，要用法律守护食安。该做的整个法律过程，我一定会守护我们新北市民的健康。我要更期待的是中央统一标示来或不来的标章，把它弄清楚。地方政府对3肉种零检出有坚持，不过反内地的自治条例规范无同款，为了避免一国多制，行政院希望有一个统一标准，以免民众甲肉品业者无啥啥。因为还有地方政府的自治条例还没有报到中央来，所以我会做统一的收集，也做研析，适当的时机会来做处置。我会希望国内不要说标准不一样。行政院秘书长李明干指出，唔拿美国猪肉，有一寡县市自治条例也甲开放进口8年的美国牛肉纳入，可能会冲击袂少牛肉相关业者，所以行政院才伫收集各县市的做法来进行沟通，希望全国有相款的标准。记者综合报道。天气好无几天，气象局预报对今仔日开始阁要变寒啊，而且今日寒人上强的寒流就要来啊。31暝到初一的透早会上介冷，嘉义以北敢若7度尔尔。而且因为头强风、酸风撞入骨，桃园、新竹、苗栗感受到的温度可能会到零下1度。若是有规划看年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爱穿好少。北部地区这2天将看到日头，不过好天气即要无啊，因为锋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慢慢增强，北部甲东北部天气较凉。中央气象局预测，拜三也就是30，锋面通过寒流南下，各地气温的下降，愈暗的愈寒，气温大约降10度以上。而拜四也就是31，到元旦透早，寒流影响是上明显的。1月1号清晨预计是最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低温大约7度。天气预报员表示，30日时温度会向开始降低，温度会降到12度左右。31透早到元旦，更加是降到7度到8度。预测上低温伫桃园到苗栗这所在，大约是6度到7度；离沿海较空旷的所在，可能来到5度。中央气象局局长陈明典更加在面册指出，大冷天气加上强风，体感温度会更加低，并且点出桃园观音地区体感温度是零下1度，就算是都会区、台北市信义区加新北邦桥区，体感的温度也只有3度到4度。在桃园或是竹苗一带比较靠近沿海的地方，因为它的这个风非常的强，它所带来的风寒效应更明显比较容易出现最低温度的地方，应该就是在北部的沿海空旷地区。
气象局表示，今年跨年台北市可能创下15年来上低温度。不过，因为真侪人计划出去佚佗看日头出来，气象局讲，因为寒流带来水汽甲云量增加影响，北部、东半部元旦看到日头出来机会较低，中南部较有机会，其中阿里山就是适合的地点。记者综合报道。又搁传出有人去爬山煞失踪去案件，台中昨有6个人去爬南投仁爱碧高大山，昨暗时就应该落山，毋煞搁煞敢若5个人落来尔。一个细陈的查甫人失去联络，目前搜救队正咧敲找。伊就是失去联络的姓陈的查甫人，拜六伊甲台中市的一支登山队，总共6个人要直接爬北高大山。啊，毋过姓陈的查甫人那就是找无路失去联络，队友伫咧拜六半暝落山了后，也是无看人，赶紧通报救援。那目前这名失踪者他是处于完全失联的状态。那由我们各项数据的分析，他目前可能是在石埔区这边走错出口下切这个溪谷。那在今天我们总共出动了消防人员8人以及林务局3人，目前还没有任何的一个结果。这个登山队原本定讲要直接爬北高大山，一群人敢若早轻装备，队友烦恼这几天山顶的温度增加，佮加上寒流特别高啊，通报消防队赶紧找人。南投县消防局表示，目前集合11个人就山，空气嘛出动一架直升机来斗三工。专门带人爬山的人指出，北高大山是山友伫讲的中华四座真歹爬山之一，关度的变化真大，而且沿路嘛无明显的路漂，其中石头山壁更较会找无路。因为石埔看起来好像路大概都一样啊，不会有一条很明显的路线让你看，而且你上山的时候，我们习惯性就是一直往上爬就对了嘛。可是下山的时候，看的路径会跟上去的路线会不一样。石埔的地方，它一定没有办法做标识牌嘛，没有路标嘛。专业的向导指出，北高大山的海拔3300多公尺，啊，毋过沿路减得人甲倒去的树仔真济，而且嘛无山坳会挡大，就算讲暗夜嘛要注意天气的状况，因为困难度较悬，对体力嘛是一个大考验。一般行程大部分是3天2暝，无建议1天就来回。记者综合报道。小琉球的酸蚵仔是经过100年才有的生态美景，不过这片自然保育区的海域，顶礼拜煞有工程船趴顶拖行，规大片海底酸蚵仔互勒甲脆糊糊，而且佫险险甲自来水管扭断，这只船的依法罚款3万到15万。伫咧海底，工程船收定准备要转去，想袂到煞熊熊甲海底水道水管搞掉咧。边仔海洋技工队发现了后，赶紧要求水面上作业的渔船，甲船顶电管的锁切掉，啊，毋过已经升等规片酸蚵。幸好经过压力测试是没有影响到这个供水的自来水管的问题，但会依据渔业法的第65条破坏这个相关的这个栖地环境的部分。我们会予以做适当的裁罚，3到15万。小琉球自然保育区的海域，顶礼拜一去互工程船放定拖行，毋若险甲水道水管拖断，佮严重损断海底酸蚵。经过2天了后，佮一届落去海底看，白路径酸蚵去互底咧拖尾50公尺，软酸蚵嘛去互规丛挽起来。美康酸蚵佫是规丛拢平平过来，起厝的2000公斤船顶外观拢新鲜，佫吊伫咧水道水管下骹，伫咧大家做伙合作，才甲锁啊甲铁链啊拢拼掉。珊瑚礁这个栖地破坏掉呢，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呢就毁灭掉了。我们保护了我们最天然的礁体，有没有？因为我们整个环境呢是非常重要的。小琉球呢是应该是100万年前就已经造就这个。所以你把珊瑚礁弄掉，因为每个珊瑚成长都是非常的缓慢。伫咧真大的酸蚵仔生态系当中，甚至会当观察到约加1500种的鱼类，各种无共款的生物，嘛伫咧酸蚵仔内底生态，形成丰富的生态系统，嘛叫号做海年的热带雨林。自然生态保育协会就表示，酸蚵的生长速度是真慢，但年潮敢若增加1公分左右。以小琉球的酸蚵仔来举例，是经过100年才累积落来的，所以讲海底作业真正爱特别小心。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国外，全球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破8,022万人，而且伫英国出现传染力更较强的变种病毒，已经传到侪国家。欧洲国家大国拢是心惊胆怯，只甲希望放伫咧自有放射顶悬。辉瑞疫苗得到欧盟的批准了后，德国、匈牙利等等的国家都已经随开始做。
电动火推车表面驶去后面的国生员国所配送的是各界拢真期待的新冠病毒疫苗。虽然后面计划2月开始大规模注射，不过德国、匈牙利、斯洛伐克提早一天收到疫苗了后就随行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邦的这间安养院内底，40个老大人甲11个护理人员也小连续来注射。101岁女性老长寿科维萨拉嘛，加做全国的头一人。有8300万人口的德国已经设置超过400个疫苗注射中心。联邦政府计划年底进前，甲130万剂疫苗送去全国各地卫生单位。1月份开始，每礼拜再个分配70万剂，预计未来5礼拜以内，全国会注超400万剂的疫苗。Stand heute, wenn weitere aussichtsreiche Zulassungen erfolgen, können wir es schaffen, bereits Mitte des Jahres mit dem Impfen in die Fläche zu gehen und jedem, der will, ein Impfangebot zu machen. Der Herbst und der Winter und auch das Weihnachten des kommenden Jahres sollen nicht mehr im Zeichen dieser Pandemie stehen. 伊朗上头先开始注疫苗的是匈牙利，布达佩斯的3个医护人员是带头来注射。斯洛伐克对伫咧匈牙利后壁，嘛伫咧收到疫苗几点钟了后开始注，由国家疫情委员会专家科斯梅里来注第一下。Úplně bez problémů. Ani jsem nevěděl, že jsem byl zaočkovaný. Fakt. Ani nevím. To je ještě méně jako keď vás komár poštípe. 若是全世界优先批准，而且大规模来自辉瑞疫苗英国，预计这几天以来就批准牛津大学甲阿斯特捷利康药厂所合作研发的疫苗，预计1月初4推出，未来2礼拜以内，互200万人来注。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辑。波斯尼亚西北部的边境有一块利帕营地，原本是为着防疫临时搭的，不过即马已经消用超过量的移民。当地政府甲原先是23要甲营地关起来征收，不过有移民是因为不满放火烧，即马已经有9000人无食食嘛，无厝通好觅食。波斯尼亚北部的边境四界拢是雪，加请移民地大的利帕营地是无所在通去。伫0度的低温，已经甲所有会当冻过的衫拢穿掉咧，而且佮下摊啊。有的人干那一双拖啊，是寒甲死准，大家排队排真长，干那为着要领慈善机构所提供的一罐啊水甲食食，现场A定定。We are living like animals, even animal living like better us. So please, I request. UNO, IOM, all NGOs to help us because if they cannot help us, we will die. 利帕营地原本是为着热人防疫的需求才临时设立的，无稳定的水电，早阵已经超崩甲真严重，环境嘛真垃圾。政府原本定23关起来翻修，不过东港拿像不满甲营地关起来移民放火，地区规个营区导火。真侪所在小甲干那剩资价，佮加上天气真歹，雪一直落，超有1000人封掉伫咧冷气机，而且无食食甲烧气的空营地，靠布棚伫咧炸雪，而且生火来下烧。 3 days and there is no anything and no blankets, no better place for sleeping. You know there is full of snow, and when I think when 15 hours will be snow. 波斯尼亚是中东北非移民，拄把甲半岛去欧洲的要道，希望拄北边克罗埃西亚边境来进入欧边，找找庇护甲发展的机会。不过对克罗埃西亚嘛，甲边境封起来，封掉伫咧波斯尼亚境内的人已经达到1万人，大部分拢比伫咧比哈市顶边界小镇，干来当靠拍远的建筑来查封庇护。政府想要甲利帕营地1000多人嘛送去比哈市，不过去互居民甲地方政府强烈反弹。后面希望波斯尼亚政治人物会当甲意见放下，量早行动才袂造成更较大的人道危机。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辑。为着让少年人会当用较少的价数洗着厝，而且佫会当陪伴老大人，台东县政府今年推出少年人甲老大人做伙大方案，伫马兰英明之家示范，有8个青年逐个月去陪伴老大人到24点钟，英明之家就提供免费套房互因住。提供老人安养的马兰英明之家，今年9月份是有改变。园区内底有少年人住伫内底，而且佫会陪伴老大人散步、开讲、甲佚佗，嘛互因感受到青春的感觉。带给农家的长辈，当然是一个耳目一新的一个感受。这是台东县政府甲马兰英明之家举办的青年共基计划，提供18岁到40岁以下无犯罪记录的少年人申请免费住伫咧英明之家，1个月6000块的出租套房，不过逐个月需要陪伴老大人达到24小时。目前有8个少年人入来住，举办3个月以来，老大人甲少年人就若像朋友，嘛若像厝里的人在斗阵。
我会对他有所期待，就是说他来会教我一些新知识啊。就是跟长辈生活在一起，然后长辈都蛮热情的，习惯也改掉了。就是以前可能喜欢吃一些甜食啊。马来迎宾之家表示，入来大伯少年人有的是学生，有的伫上班，甲老大人的互动拢真好。县政府甲迎宾之家明年预计扩大办理，要互更较侪少年人会当免费洗厝，或者老大人嘛会当有一个青春的朋友，生活会当更较有活力。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消息来看，新竹今年新竹县的柑仔因为可旱，农民是损失甲真严重，而且连绵着要过年啊，峨眉乡的农会就专工办活动，希望会当甲农民斗销出去。规土卡的柑仔看在做事人眼内实在真唔甘。新竹县的柑仔今年受可旱影响失收，农民损失惨重。为要甲农民斗三工，当地农会办活动，民众来到现场会使坐在柑仔树下骹，食纯正的客家好料。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尤其呢，今天在峨眉乡那个桶柑，哇，真的是入口即溶，而且呢，好有水分哦。然后这里的茶，东方北人也是非常棒的。橘子在我们的冬天呢，是代表大吉大利的一个意象。那我们感觉到在疫情的阶段，在台湾我们还可以有这么丰盛、这么喜乐、这么平安，可以吃到这个富贵之餐，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也很感恩。除了有好料通好食，农民嘛配合第二波的农游券来买国产食材，也是加工品，满1000块就使得到250块的农游券。农会表示，这柑仔无论风味、外形、把甜、程度、水分甲生甜度，品质拢真好。这过年拜拜送礼，希望大家来这佚佗，顺续买寡柑仔，帮助农民。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若是讲到绿岛，你会想到啥？呛水味、浸温泉也是感觉的历史。有文书中作者就认为讲，绿岛有多元的人文甲自然的资源，希望讲会当有资格成做世界文化遗产。松露搭、鸳鸯洞和丰富的海洋生态，侪人拢介意的火烧岛，一年就有超过30万观光客。国家人权博物馆表示，有超过一半的游客拢会去白色恐怖绿岛纪念园区参观。咱把绿岛园区定位叫做人民记忆的岛屿监狱，就是因为这个监狱，特别是50年代新生混得处。这个监狱的这段历史，和绿岛居民的关系足密切。对1911年日本统治时期，绿岛就有关游民和歹人的收容所；白色恐怖时期有关政治犯的新生奋斗处；到了1970年代，有关1000专案路埋的绿岛监粉监狱；到大也有几20人伫咧绿岛监狱服刑。丰富的岛屿监狱会当安怎保存？文书工作者认为，咱有够格通向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来发展。所谓软体包括这历史或是啥物代志，啊，绿岛这种所在，甲人的关系，甲大自然的关系，甲海的关系，这拢会变做你这个空间的具体来。所以我们当然很期待，但我也认为有可能，就是说，虽然我们未必能够真正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但是我们有办法成为符合世界文化遗产规格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景点。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不如果若要像记录犹太人大屠杀的 Poland Auschwitz 集中营，加做世界文化遗产，建立完整的岛屿历史、地理和生态资料以外，绿岛也得爱克服当地的交通问题。咱绿岛的观光业淡旺季差很多，台东县政府甲香港市你要定一个，若是唔是台风发布台风，你上无。那正常像种船啊，网公交叫来，你搁10斤嘛，该好使的啦。去年台湾的国家人权博物馆和国际人权博物馆联名选做是亚太分会，另外一个分会是伫咧拉丁美洲。未来国家人权博物馆也希望透过这个平台，结合考古和生态文化，一步一步走向国际，让火烧岛年久过深的家族文化有机会伫咧人权外交发挥作用。
记者阿敏珍、谢桂林台东报道。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天气。北部地区是16度到23度，中部地区是17度到26度，南部地区是19度到28度，东部地区是17度到23度。来关心外岛地区。外岛地区是11度到20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